嗱，點解一間學校選班長會吸引到百幾萬人投票呢？其實就係嗰種對民主嗰種渴望，因為民主有種糾錯機制啊嘛。你揀錯人唔緊要嘅，因為你今次揀錯人，咁佢俾機會你去修正啊嘛，係咪啊？好啦，俾機會你修正，你就有機會咧係踢走佢啦嘛。好啦，當你有機會踢走呢啲咁嘅唔合格嘅候選人，咁咪即係話你係可以咧改正你嘅錯誤咯，係咪啊？嗱，呢個咧當然咧，主要就係點解民主啊係咁多個進步，尤其是係發達國家咧係會採用嘅，而唔係獨裁。原因就係咧，任何人當你身居高位嘅時候咧，你就會犯錯誤，個個都會犯錯誤。當你身邊嘅人個個都係擦鞋仔嘅時候，個個都係嘛？偉大嘅領袖係嘛？毛主席萬歲！你冇可能會糾正佢錯誤嘅，你連講個不字都唔夠膽啊！